客家话经过不断的演变，也有了不少新的现代语汇跟用法。有一群客家学者花了1年多的时间，出版了一本有2万多组常用的现代客语词汇。 这本就是现代客语词汇，何时松与刘纯兴等教授日夜赶工，花了1年多的时间，收集了2万多组的客语词汇。客家话要讲的标准，这本可是必备的工具书。是啊，会有各地嘅講法冇共樣嗬，冇共樣時間，我就小事嘛，到底哪種講法呢？後呢就為大家人接受，要嘅注意嘅對應等困難啊，因為對應唔錯嘅時間是冇辦法表示，唔可以掃描。 各位佢書嘅詞條哈，不管係現代，佢講係現代行業嘛。我當時編的時候，他有講現代建築所過去嘛，所以過去也有，現代也有。不是很多地方可以尋到非常傳統嘅客法，過現代客法。 這本書裡頭4線客、海陸客的講法與國語相對照，清楚明白，一看就懂。比如說北京話的花生，4線講反頭，海陸發音是提頭。所有的客語詞彙是按照客語音來排列，當然用部首來查也可以查得到。有傳統語法，也有現代新詞彙。這本現代客語詞彙的出版是客家文化最珍貴的資產。民視新聞蔡秀文、蔡明正台北報道。為了推廣客語，台北6堆客家會將在這個月中旬 舉辦客語的演講比賽。6堆是南台灣的客家莊，為了結合鄉親的力量，台北市6堆客家會在上個月成立。首場的客家環服活動在屏東縣登場。因為1年來風調雨順啊，國泰民安啦，都等於講來年都去吃雞啦，魚啦，個豬肉都來拜祖啊，也都客家人。 基本上的風俗咯。熱鬧的還不止宗教活動，大小朋友的客語演講比賽也即將在12月中旬登場。我哋呢聲音呢實在都唔會講哦，90%都唔會講啊！嗬，嗰時候我哋純咩要感覺啦，感覺到而冇得去做安尼工作啊，都等於講今日客家話都冇嘅咩，對人講必須開始。 從小朋友到社會人士，不分籍貫，只要會說客家話都可以報名參加。協會表示，為了鼓勵民眾說客語，前3名的得獎者還可以獲得獎金和獎狀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媒體人邱榮光從事廣告工作超過30年，他不僅參加客家活動，還透過媒體的力量推廣客家文化。 談笑風生，幽默對話，和員工之間沒有距離，這就是董事長邱榮光的獨特魅力。從事媒體工作超過30年的邱榮光說，成功的契機在於把握每一次的機會。我唔敢講係有成功啦，都是運氣夠好啦。好，本來也係那公司都係一間廣告公司底部一個部門，伊脫離出來，都好，我有一個部門的主管，我出來也做董事長，都按你聽啊。 推行客家文化，媒體肩負重任。邱榮光說：“通過媒體的力量，對於發揚客家文化很有幫助。”電視台，董事長係兩個好朋友啊，講咩是新聞咪啦可能1分鐘2分鐘啊搞法，台灣你播咩呢？播啥咩媒體，我做多我盡量。 多年來，邱榮光參與了許多客家活動。他說：“他要和客家鄉親一起打拼，一塊推廣客家文化。”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